金秀賢爭議事件完整分析，從韓國頂級明星到醜聞中心，演藝圈嘅殘酷真相。大家好，今日我哋要深入剖析近期震驚亞洲演藝圈嘅金秀賢爭議事件。呢起事件不僅揭露咗韓國娛樂圈嘅黑暗面，亦都讓我哋睇到不同地區演藝生態嘅巨大差異。金秀賢，韓國頂級男演員，因來自星星的你、製作人、淚之女王等劇集紅遍亞洲。佢曾經創下韓劇最高片酬紀錄，身價極高，係 Prada 等國際品牌嘅代言人，堪稱韓國娛樂圈嘅頂流明星。佢嘅形象一直係溫柔正直嘅國民男神，深受粉絲喜愛。金賽綸則係韓國知名嘅童星出身，被譽為最美童星，與金裕貞、金所算並稱童星界嘅三金。佢2001年以雜誌模特出道，2009年憑借電影《等待回家嘅日子》踏入影壇，2010年同元彬合作嘅《大叔》讓佢一舉成名，獲得韓國電影獎最佳新人獎。佢後來憑杜希走上格納影展紅毯，事業一度達到高峰。然而2022年5月，佢因酒駕撞壞變電箱後逃逸，事業跌入谷底。佢退出多部作品，包括 Netflix 劇集，形象受損嚴重。2025年2月16號，金賽綸喺金秀賢生日當日自殺身亡，得年24歲，震驚各界。事件時間線回顧：2015年，金賽綸15歲，金秀賢27歲。據 YouTube 頻道環顧研究所引述金賽綸家人嘅講法，兩人開始戀愛關係。2022年，金賽綸因酒駕被罰款2000萬韓元，事業受挫，精神狀態據稱不佳。2025年2月16號，金賽綸自殺身亡，選擇喺金秀賢生日呢日結束生命，引發外界猜測。2025年3月10號，橫籌研究所公開指控金秀賢與未成年時嘅金賽綸交往，並涉及酒駕後7億韓元債務糾紛，引爆爭議。3月14號，金秀賢所屬公司 Gold Medalist 先否認戀情，後改口承認兩人於2019到2020年金賽綸19到20歲時交往，否認未成年戀愛指控。3月17號，Prada 等品牌宣布同金秀賢終止合作，新劇 Knock Off 推遲上映。3月31號，金秀賢召開記者會回應，身穿黑色西裝，騷到哽咽，強調交往始於2019年，並對金賽綸離世表達悲痛，但未接受現場提問。記者會詳情：今日3月31號嘅記者會上，金秀賢面容憔悴，聲音顫抖。佢宣讀聲明嘅時候強調，我同佢嘅關係始於2019年佢成年後，嗰啲指控並非事實。佢對金賽綸嘅離世表示遺憾，稱佢嘅離開讓我非常心痛，但係堅稱自己未逼債或喺佢未成年嘅時候交往。成場記者會僅宣讀聲明，未開放提問，顯示出謹慎態度，但係亦都被批評缺乏誠意與透明度。韓國演藝圈嘅特點，呢起事件凸顯咗韓國娛樂圈嘅幾個殘酷現實。道德標準極高，韓國公眾對藝人私生活嘅道德要求近乎苛刻。即使金秀賢否認未成年交往，12歲嘅年齡差距同埋權力不平衡仍被放大檢視。網友質疑佢是否利用地位影響年輕嘅金賽綸，商業影響巨大。爭議爆發後，品牌迅速切割，劇集延期，金秀賢經濟損失據估計高達數十億韓元。韓國藝人嘅商業價值同個人形象密不可分，輿論壓力致命。金賽綸自殺後，韓國演藝圈嘅精神健康問題再次浮上台面。藝人面對嘅網絡暴力與壓力，可能成為壓垮佢哋嘅最後一根稻草。性別雙重標準，部分評論指出，金賽綸酒駕後被全面封殺，而金秀賢至今仍有粉絲護航，反映出韓國娛樂圈對男女藝人嘅不同標準。香港演藝圈對比，成龍、陳冠希、許志安嘅案例，與韓國相比，
香港演藝圈嘅生態截然不同。成龍1999年小龍女事件，成龍與吳綺莉嘅婚外情曝光。女兒吳卓琳出生後，佢起初否認，後喺輿論壓力下公開道歉，承認犯咗天下男人都會犯嘅錯。雖然當時形象受損，但係佢選擇低調處理，繼續專注事業。如今佢仍然係國際巨星，公眾對佢嘅私生活爭議已不再過分追究。係同金秀賢相比，成龍未因單一事件失去全部商業價值，顯示香港市場嘅包容性。陳冠希2008年艷照門，陳冠希因私密照片外流引發軒然大波，佢第一時間召開記者會，公開道歉並宣布退出香港娛樂圈。然而多年後，佢憑借個人品牌 C-Lot 復出，至今仍有市場。同金秀賢不同，陳冠希當時選擇直接面對提問，並承擔後果，態度被部分人認為更有誠意。而金秀賢嘅記者會未開放提問，令人質疑佢坦誠度。許志安2019年出軌事件，許志安被拍到同黃心穎車內親密互動。事件曝光後，佢迅速召開記者會，淚流滿面道歉，承認錯誤並暫停工作。佢嘅妻鄭秀文公開原諒佢之後，公眾逐漸淡忘此事。佢後來逐步復出歌壇。相比之下，金秀賢雖亦落淚道歉，但係否認核心指控，態度被批評為避重就輕，未能平息輿論。香港與韓國嘅差異分析，公眾反映香港觀眾對藝人私生活嘅寬容度遠高於韓國。成龍、陳冠希、許志安嘅醜聞雖一度引發熱議，但時間沖淡一切，佢哋嘅事業並未完全崩潰。反觀金秀賢，一場未完全證實嘅爭議，就讓佢失去代言同埋新劇，顯示韓國市場對藝人形象嘅零容忍態度。藝人處理方式，香港藝人多選擇直接面對公眾，無論係道歉定係退出，態度明確。成龍低調認錯後轉型國際市場，陳冠希坦誠錯誤後轉戰時尚圈，許志安痛哭道歉之後獲得原諒，而金秀賢先否認後承認再否認部分指控嘅反覆立場，加上記者會嘅封閉性，俾佢失去更多信任。商業模式，韓國藝人高度依賴品牌代言同國際粉絲經濟，形象受損等於事業崩盤。香港藝人多依賴本地市場同埋影視作品，風險分散，復出機會較大。輿論環境，韓國嘅網絡攻擊同媒體曝光極為激烈。金賽綸家屬甚至稱100家媒體拒絕報道，顯示